欢迎收看《后山太上宫》，有番太加工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图书中阿松姑，今开了后山人大在顾了，老古人言讲，生有死，死有命。条万人认为讲咧，生死系天注定，不过拄到意外嘅事情咧，生老死接上系一生目之间嘅事情。对于呢个生死之间，系正面来面对，系调试来善撇佢咧。今日邀请到6個後生人，老大家今下來分享生死一瞬間，眾上歡迎。之前老大家收嘅都係阿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手邊人嘅多多風采撈到氣感會小弟嘅阿志怡。好，聽一下啦，小嘅的麗嘎。大家好，我係接受呢上演玩命關頭嘅麗嘎嘎嘎。第三集老大收嘅就阿燕子。大家好，我係爬山嘅咧，想就會爬到 Okinawa 嘅燕子。第四集老大收嘅就嘉寧。大家好，我係呢3年去香港讀到看唔到嘅朋友嘅嘉寧。稍嚟啦，小嘅就白謙。喂，大家群弟你好。好啦，大家好，我係專廠嗬，撈鹹時都係魚酸七嘅鐘白謙。被酸塞是專長嗎？係專長係麼？還有天氣呢？天氣咩？到底機會發生呢一種事情？等下撈大家來小解嘅，好，最尾啦，小解就係葉蓉。大家好，我係腳卡到嘅污水叫啲背肚，韓國網演做得叫嗌嘅碟咯。天天天不靈，天天天不應，看人勇敢三。不過一開始是有講到嘛，台灣人認為講生死係天注定，不過又傷心，真嘅發生意外的時間，會說哇塞，那個楊老問我那個可以再簽20年嗎？不要再這樣好不好？拄到最接近死亡嘅事情，係乜嘅事情呢？阿志以前老太太講一下。超輕矮，大家還有講嘅臭比人嘅嘛，就會擺啊對日本啊愛轉來台灣時，就拄到嘅風采，就日本嘅朋友風采。因為我就想我就同上新嘅比人嘅航空公司，佢就講嘅愛比做得比，故說我就上新啊，我就去湊嘅吧。結果大家都有湊過比人機吼，都有湊過吼。湊比人機就會順愛用送氣嘛，劍氣。一開始愛送氣，我哦當歡喜愛轉播下咧，好愛送氣。冇。叫重飛，就要兩擺重新比。唔過佢閒喺佢聽過，佢一聽愛上戲，叫硬頸嘅精神出錯嘅，當硬頸。好，叫佢上戲就愛上戲點喎？就愛用自控，愛用愛上戲，要上戲，愛上戲，要上戲，叫愛用用嚟。勁風冇錯，勁風，佢愛用飄來飄去，哎呀，我就開始有啲緊張，因為一開始即係嚟講上戲會順順的啦，到後來大部分上戲過後，就算上戲唔順，唔講你上戲過後要點樣辦？都係加個安全帶嘛。到巡航高度嘛，1萬英尺。冇錯，我就緊定嘅天賦做啲小實體，我就係加愛用嘅安全帶。唔講嘅天賦就緊冇小實體，因為你自己愛用很除咗愛用緊比，愛用。這個太快了好嗎？人會被晃死，會瘋死掉。應該係有比好啊，shake。冇，嗰時我真認撈到去搞會小體，因為佢就愛用緊準。咩？嗰樣是老闆聽下。我嘅男朋友就愛用面看起來面色都唔好看，面強，佢可以喺動冷清，唔過佢就躺得眼耳嘅，哎呦！我就講，我會死的啦，真嘅會死的，佢就喂我吧，點？佢係講唔躺一記啊，哎用做啲冷清，佢講，裡面是狗屎嗎？裡面是哪？是一名菩薩。講到重點，唔係地位都要愛用嘅，係藝術行嘅阿婆，建築嘅阿彌陀佛，我就見男的我男朋友嘅樹壁，哎呦，會死的，佢冇講法，你們我有講我會本戲嗎？嗰陣我就唔敢講，我就哎呀，冇濕曬，用緊準，行到順風就係嘅門窗嘛，嘅門窗就鬼天公總嚟講起來啊，嗰時要風台建築嘅打，要入冷，冇錯入冷係響嚟個轟隆，砰！哇！當然你講好彩後來真係當順利平安嘅到位，睇下真係就會撲中。真的。哇，確實。
师比样低懂vị胎，后等呀西施不是李家，真嘅。冇你真嘅會啲。英國係藝術好嘅阿彌陀佛，看看啲阿彌陀或者禱告都阿彌陀佛。唔過家臭不讓去上去拄到亂流的時節，睇家真經會動緊咗。唔過都大家以為在地面上比較安全嘛，冇拜託，在地面紅洞冇安全，又可以拄到標仔時節，離家老師來講一下。秋愛去咖啡是一個安全的標仔，但是呢，條拜嘅人吼，哦，其實係完全冇安全。條拜嘅人，條拜嘅男朋友，條拜嘅人，然後係。嘅男朋友，我唔錯，條拜嘅男朋友係，其實都冇安全吼，因為像Annie啊，挨老佢鄉下嘅嘢嚟係冇當久，冇到1年嘅時間，但是呢，Annie 就發生了有失敗嘅交通意外，失敗呢，你真係兩動態，真嘅啊！對起了一張眼就白了。錯，這個一張眼100冇，你都懂也是咯。冇就會衝到配人，也係配人衝到 Annie。也很用白 A 倒車嘛，都係細細嘅事情。不過其實有時時會發生動態嘅事情啊，但是後果才係壓下啲兩邊都樣。睇㗎，呢個後來真相捱後出吧。不要每次都做玩命關頭，啊，用心玩到最後，真的關頭會落去呢。本次㗎嚇到，幾限彩冇？幾限彩啊！應該係彩啦，免術漢語持續更新啦。還有啦，吼，不過其實呢，從Annie有一半吼，條拜嘅時節，Annie鄉下去清境農場，嘅清境農場就喺視察試到上當嘛，跟住你要上當下來嘅時節啊，其實係動開，古時候人就講啊，你動開就冇喺視察啊，係啊，就歇困一下啊，其實講啊冇啦，我聽說喺視察下去，冇呢，佢就試一下就衰退了。哇！韓國佢是衰退嘅時節呢，因為佢上當嘅路動細條嘛，他就開到對象那邊，就是這樣。按用，不錯，真嘅，跟跟才係嘰嘰叫，嘰嘰叫，我也是在嘰嘰叫，嘰嘰叫啦，啊，對上就差咯喲。後軌才冇，後軌才冇，就後代冇呢。再過去一點點就會上下咯耶。對啊，就會從跟忙就會留阿自己 QQ 上頭條新聞。對啊，不過呢一篇還會提醒所有觀眾朋友，係個疲勞駕駛然後分心，係Annie交通部公布係事故嘅發生吼20%就係疲勞駕駛，千萬唔好疲勞駕駛。看基本上故事當精彩，家有講到空中嘅，有講到陸上嘅，接下來。海上嘅故事，俾老大家分享一下。阿燕神啊，就係嗰兩時啊，同埋啲朋友去把臉撩啦，你就請到去行場，因為喺行場看起來就懂上癮啊，按到吼划獨木舟，吼，哎呦，之後講，哎呦，唔可以查，你就報名，啊，我真實都在去行嘅做得去行做唔得去，主要行看天時嘅情形啊，啊，拄好你會去嘅幾隻禮拜，唐講我有風采，就當定咗風采，嘿，你想講一家是真是有風采，冇辦法去嘅話就安排其他嘅行程啊，那就大天發新聞教練就講哦，後來冇想過你吼，給到時節過來看吼，就同意嘅時節咁過來看，當然就大天發本記啊，佢就講冇問題，唔過來，你到嘅點度空嘅時節教練就講很幸運啊，度到空啊，你老經驗嘅人，老調子嘅人，冇唔錯吼，其他人哦就唔敢帶人出去哦。真嘅哦，你試踩啊，吼，都嘅開順嘅時節，所有嘅教練就啲嚟冰了，睇是家嘅睇門咪來下來，好就你一上年要停團去聽，啊嘅教練就講啊，哎呦，嘿咪吼，老經驗吼，冇像按你嘅大風大浪吼，駕駛冇困工人，真是唔敢突人去，我就講一站掉我。愛吃到做唔得，因為兩種大螃蟹、大螃仔嘅聽說會發生上多嘅事情。嗰兩時我係同我嘅朋友講，很好啦，你看啊，吼，我嘅朋友之前去嘅相片，全部都是人講面啊，你廿八號係 VVVIP 就嗌同佢兩上一條線嘅，喊頭教練兩條線嘅，聽，好，你就曬出去了，所以就往我們兩個彩虹鈴，冇錯，結果行到半路嘅時節，教練就講，我做乖乖哦，風向不太對，去哪地？我你吼冇去到一個目的地，因為本來有隻目標咩，佢就講我講唔到吼，爬過去爬唔進來，好滑過去滑不回來，冇你就到鴉片，雲上太海，按你就好咧，就講就讓兩啥，就講。
嘿，就是选豆鸦片。就地休息。冇错，就地休息，没走地啦，至少有体验到咧。结果佢就做讲，乖乖了吼，佢就讲，呀下真是爱转去咧，冇等下卡按转去吼，就不唔差咧。就讲好，佢教练你呀下做乜嘅咧？教练就讲，先转去。先转去，你就去丢给你。对，就是谈到那时间，感觉傻眼猫咪，就我给我这引学生一个。唔是緊張，因為愛愛選到安當行，唔到轉來嘅時間爭用認同天數，係冇唔愛嚟出家轉移，呢個技術唔好咩冇辦法天數，我講咩要脫離啦，好，後來就選轉移咧，佢就愛嚟啪，佢就選下之後咧，佢就同佢朋友聊啥，傅坤，佢就講呀，我用幹啥咧？寫遺書也不知道去哪裡找紙跟筆，佢講會實體。好，嘅唔到底要拍轉移，我相信嘅觀眾朋友咪同上一啲，到底你下看到係李應真，也係李應真嘅靈魂，呢兩片老太家講故事，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家向下來分享了。跟有時因為題目行嘅啲基礎就凊彩聽一飯店，就講啊尖沙咀動鬧嘢，聽錯冇問題。結果我一去到嘅門口，係冇中縫嘅，就單槍水泥嘅柱子安尼。哇，還有清水模誒，好 fashion。冇班責任，都有風安尼吹過來。當然冇班責任，就一紮那有班責。走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，我雙魚團是問大家最接近死亡嘅時節，到底係乜嘅時節？我首想嚟問阿應真，你下咁真嘅係阿應真，這樣是咁要爬轉來？瞄一下，好，腳有在地上嗎？沒有。係其實從頭到尾，從一開始第二季開始，阿應真就係夾這來推翻。好啦，我繼續講題。教都唔係轉到安鬆咩？嗬，係你就啪，嘿咻，準備去轉去。結果咧，我咩唔對，我嘅面當紅黑嘅木質還係汗水，因為真正我講唔清楚，我嘅心情太複雜咧，我喺東上忙變轉去，啊唔過真是要懂理下，結果就一陣浪哦，咻就高來啊，然後我就木足就夾好同佢。閉起來，嘿，我嘅朋友就講：你不要睜開眼睛，按你發什麼嘅事情嘅時間，唔係唔會有鼻音。什麼意思？不是你說按眼，然後追迷咧，我下一個意思就是倒在那個教練的懷裡。哇！不過真嘅動鏡嘅時間會木濕下好。真嘅，唔過睇次咁我顯現嘅木神啦，我家有講教練60人死咧。都在尊亞公嘞，差一些的就做救命恩人啦，神夢記啦，按字。可是他中間把你放棄了，封神呢？因為安呢？那跟當時真是有懂騙啦，不過教練抱完我之後，他就跑去追山羊了。那個故事係老太太講，以後要慎選教練，冇錯，要挑有牌的，還要挑有良心的。以後不要引導出去玩。挑那個膽子沒這麼大的。要顧安全哈，安全好重要哈。唔過家講到即係督到哈，看得到嘅，看唔到老太太講嘅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哦？冇錯，我有一擺去香港去聊，去看展覽嘅，爸爸媽媽就鬧到我有老我朋友去，其實冇我去上去。啊，嗰陣時因為題目行嘅啲基礎就凊彩聽一間飯店，就講啊尖沙咀動鬧嘢，聽錯冇問題。結果我一去到間門口，係冇中縫嘅，就單槍水泥嘅柱子安尼。哇，清水模誒，好 fashion。冇班責任，佢有風安尼吹過來。當然冇班責任，就一紮那有班責。錯，一責任都冇。工業風，就總共有一間有天台安尼，就過去，跟門一打開來，全部係烏人，東南亞還有黑人，安尼見看定嘅，我咪見看定嘅，大家都唔講話。我就偷偷，人家咩唔理係唔係人，我就出隻落去高向內倒嚟。你也看啦？係我唔夠，我係作證，點解作證啊你？我幫佢天台打過來，係一三年嘅烏卡，大家都冇做上啲嘅水幕，啲嘅碰釘當過安尼水幕。哇塞，你到什麼奇怪的趴場？是啊，因為矮紅區嘛。係啊，呢個阿婆安尼過來，就讓我輸500 Q。新台票廳就500 Q， 當便宜。我幫佢就你還要帶？我還要帶，我就想講啊，冇地方好帶啊，我就去看一下檢縫用吧。
cái kiểm phòng cái天发冇天发先，但將天发解，咩冇驚嘅，細神嘅咩冇門。我就講，又係馬尾水煎魚係咪？跟住一屁股打過嚟，後生兒冇本年買聽係咧，真嘅，好真嘅，跟屁股打。呢度柬埔寨吧？係哦，對，唔係啦，唔係啦，我就老門安尼收起來，我咪就開始用人哋胸大，安尼見破解門，安尼見嚇死我，我都唔敢睡，冇咩唔敢去偏手，我就一見到早晨4點，柬埔還冇偏手。因為冇偏手，裡面冇細神，我咩冇細神，我就心底都冇打開來，安尼咩唔敢坐到嘅面床單個，我就喺度企定到早晨4點，冇上嚟我真照出去嚇死，真嘅。跟住會帶挺便宜。哎呀，那擺要看相片，看評論，這樣子都會凊彩亂聽。你去那個重慶森林住對不對？那王家衛的電影 T-boy 就安用你走啊，我底配都冇用用啊。就打開來，結果是兒子用嚟貼聊聊，安用去嘟到安用驚恐。我個時候喺個問題在講，剛剛講到當撮鏡嘛，當電影鏡，嘟到安用型的情況，你會用辦法安慰自家、理家人，自家用乜嘅方式？像我自家就會去禱告，像我嘅時節啊，然後頭班人鄉下嘅時節，然後頭班人，我老到喺乜嘅唐朝時代頭班人。出去了嘅時候啊，拜託見本人咧，你要出去了嘅時候平平安安啊，冇遇到乜嘅事情啊，而且禱告一下。不是，你只有上海先搬錢。係啊，唔是搬錢哦，現在做七仙館，冇啦，就係先禱告，按樣求業平安啦，揾自家心情平安到嘅。係真緊啊，用下平安到。立中咧，甲拄到天空嘅時間要用改善。因為我是拄到一隻天空是係講好，因為大家痛症是本意嚇到，唔講我係皮肉痛症，你就本意痛到嘅，是係我就是擺事地方卡，平常時間我都該是盡力散步冇做到，所以那係揮手，嗰個揮手聽我是親。咪就我唔是去過解揮手解，上個去學到擺去跳落去了後，為什麼只有安然？應該沒問題，我是上網去啦，上網查平均一下，跳梯了後，我是覺得好根本我係任務翻新的，我是轉身來轉波卡的時間，我腳是彎一下，是倆腿是卡到解水腳，冇水腳啲袂到，解順跳是冇音啦，我是。強落腳放起來，真嘅係放起來，所以你還有8啲兩片，真嘅。哎，真嘅又在包，冇便宜，又在包，所以我拄到兩件事情係點？我其實保妹妹冇去嘛，個算命有冇按水？冇去修降一下。沒冇呢，係，所以我唔講，我媽媽就帶我去日然地陪讀啦，是係，因為該武術叫其實當歐洲啊，就嘛個奶啊，冇事嘛個殺骨啊，冇事嘛個，所以佢是會打破傷風。我個轉播卡佢咪要煮給我面線不愛食，又飽啦。嘅白險嘛，頭擺發生到危險嘅事情。係啊，因為開創嘅時間係講緊險字咯，轉衝潮嘅肺栓塞。就連這個。因為什麼專場？山塞王子，我真發現係動心嘅。你年初的時節咯，因為該東西讀好係尾牙季啊，年初的時候，哎呀，講到動的妹啊，哦，該張嘢哦超過30啷萬哦，才動到。不過咪係因為安用緊哦，所以就日擺愛到動去往該的時節啊，突然是覺得愛背攏我動痛，真係動痛，知道還沒動甜咧，太累了，所以安鋪下晝的時節咯，愛是去。半夜足量啊，給人家按摩一下，哎，緊做緊輕哦，緊痛，結果冇效啊！那時候我去電療啊，本來看下復健科安樣好咧，結果電療落去哦，都按不回去咗，根本坐臥難安，完全堵唔掉，那怨到差不多連片講的虛節了，真的受不了，痛到一個極致，不給你送到急診呢，直接送急診。直接送急診。如果送到急診的時節，它真的是一個我忍耐的最高點。那印象哦，最每一秒哦，就我記憶的最後一刻，係有一隻阿婆，然後還有男的講，冇着急，唔怕，冇着急，唔怕。唔會死。喂，你看那邊啊，嚇死嘅。喂，結果因為佢慢慢安慰啊。我睇馬婆。
会吃孟婆汤志工啦，志工哦啦，哎，原来是孟婆安慰，因为看起来动痛服啊，但是因为他这样给安慰的时间，应该是感觉动起来叫，越哭那个呼吸越急促，是感觉动痛，因为整个肺就是身体很痛，然后就直接失去意识，结果嘞，我想起来、哄起来的时间咯，隔好几天了。然后一醒来的第一个瞬间是啊，那竟然有喊呢，还活着哦，感谢白公啊，感谢天公啊哟。好，然后醒来之后呢，医生是让他讲哦，因为你系肺栓塞，其实肺栓塞那各种朋友分享下，其实那个脑中风啊、心肌梗塞的恐中啊，它是急性的，几秒钟内就会致死的该种，就是血路啊、不切抖啊哟。还有咧，其实咱讲哦，因为大到易燃差不多最少一张年，当因为注射那种高浓度的凝血剂，含有20点钟啊，因为俺那个肺脏气架，有1/3的气架哦，全部烂胎的、雾胎的，所以那种带着氧气，是演黑毛，那么是燃的，但是就是因为食多嘞，它就整个坏死掉，所以要带那个氧气罩。不是没关系。没，还有一张发现到很爱吃噶本身那个就是先天性的蛋白质 S 缺乏啦，然后配上一个身体慢慢强壮。还有一张发现到医生就让我讲哦，假使你也吹到古虚团一样，你一定是大将军，你非常适合不好送展冲，因为你很会凝血。哦，因为血不会出啦，不会动，不会出血，它是抗凝血嘛，它是凝血效果特别好。调整给啦，没血没泪啦。你完全误解医生的意思。还有血基本就，但是因为我现在就因为是先天性的血液，然后配上一个毛孔，所以当然要血该凝血剂。冻住会血不过你很会凝血，还会吃凝血剂，它很会凝血，所以要吃抗凝血剂。所以你下个血是唔会牵起来的，就你那豆用切落去哦，会喷到会死哦，会奇怪吗？奇怪吗？系啊，唔过啦，家睇下讲到这种讲到短棍吼，先见有动肾气的感觉，你看一喊讲到喊会笑，我强会死，睇在骨。因为我今天我感谢一下我爸爸妈妈，因为我爸爸吼佢60啷岁咧，佢喊带到依然强下照顾我，然后我睡到动台面床，不过他睡在小小的那种折叠椅，60啷岁他看佢用头发白白样照顾我，今天感觉都唔好啊。喊我因为家长先来，然后我老太感情冇安好，不过每日为了家平吼，哎呦感情就浮转来呢。我觉得感谢这个肺栓塞，那依然是出院是给喊爆来风暴6000多呢。比保险给的还高呢。不过啦，真紧啦，你啊有相是系不抗因有不平，然后发生乜嘅事情的时间上，老太太强下因强风跟老你欠起来哈。不过你下本太太一只现成一个性变嘅因，不过假使有拄过安样危险嘅事情，莫喊个假使本日这摆机会转到该良时，你会面对呢件事情么？等下再来继续老太太强下来分享了。因为哦，我家里去痛到每一次呼吸都是要跟剧痛来抗争，再换得一口气。想念是会呼吸的痛。被你讲的蛮有趣的。不过强度到酸跳感因啊，可能有个性啊，某是尸体抓到事情，爱是到某是不平啊抓到。请问一下，狗性到尸体有蛮冇？狗性好好嘿呐，共犯某朋友，还有气质啦，从爱给每口来。应该切多的。欢迎大家都进来后上台上个节目现场吼，你上一团是问大家讲，这个度过嘅像系看唔到嘅朋友，其实系看得到啦。如果佢冇确定，佢真正系佢看得到嘅东西，只是太黑了。佢冇确定佢看到系咁系真实嘅东西。不过撒下来系加一个度过嘛，也身边嘅人。度过那一条事情，不然知道哦，佢哋嘅死亡同接拳，安尼，你家先来分享。像嗰時節，因為 COVID-19 一開始啊，係動嚴重嘅，唔係像你下可能一時時嘅枕頭停，跟住啲枕頭會動多。佢說外國嘅朋友啊，佢就要得到出到COVID-19，韓國佢啊看見好就會啲醫院啊，啲血坤啊，韓國啲休養啊，唔講呢休養2個月佢出來過後呢，佢就
開始第一件事情要做乜嘅人哋嘛？就去 LV 嘅名牌精品店，然後所有嘅名牌嘅皮包，韓國其實寫來嘅哦，所有名牌嘅皮包、錢包來買轉來，然後按用 po 文，那就講，你發生乜嘅事情，唔係講抽到呀 COVID-19咩？你係唔係以前嘅中樂透咧？係，你係咪以前嘅保險動到按用？然後問佢，因為冇啦，我攞所有嘅錢發退，因為我知道我要洗退咧，我聽說要把握時間，因為唔啲人生。那也沒有總會發生乜嘅事情。這樣是冬洋蔥。冬洋蔥啊，哦，完全冬洋蔥，差不多2張嘅3張嘅冇聯絡到，嘿，就是很不舒服啦。不過吼，三號咧剛才講到係朋友，不過還有屋卡人拄到那種接近死亡嘅故事，這樣應真老大家分享一下好嗎？之後講，我面對死亡這件事情最困嘅一擺就係我媽媽咧，因為我媽媽嘅糧食拄到一個難撐啦，我就一直期盼佢。最尾嘅時間就係帶到一個安寧病房，大部分嘅時間就啲咧睡夢啊，我就非常珍惜嘅，非常珍惜吼同佢相處嘅每一分每一秒。有一擺咧，佢就同我講，分嘅佢就同我講啊，當想愛食嘅瓜嘅哦，佢就講，我買嘅瓜嘅啊，佢講佢想愛食嘅哈密瓜、美樂瓜、美樂瓜，係不過嗰兩時我係很好省嘅哦，買嘅領購就係買1粒10元嘅種哦，我就買那以前嘅美樂都帶那味油買，結果阿妹愛啊，1粒差唔多500幾元哦，哎呦，忙死買個昂貴嘅瓜嘅，不過吼，我知啦，有可能也就係阿妹。最美嘅願望咧，嗰時無論幾貴嘅人，我就款定嘅太太倆嘅美樂瓜，我就轉去嘅偏房。因為人嘅下組頭佢就上過來，大部分嘅時間就分嘅。因為上過來就講，你用啥嚟食瓜嘅好冇啊？我看佢精神暗好，我知道咩好啊，我就將嘅美樂瓜吼切一半嚟咧，伊個咩冇乜嘅菜刀太複雜嘅，就簡單。你用啥就拿個桶子按咧。慢慢的搖，慢慢的吃，哇，500個元真是有甜哦，好食哦。就應大嘴鼓，也係佢最美咧，較有精神，較有意識同我來講吧。這段咧，佢就同我講，哎呦，很好拿，也係用啥吼，又多了一團筆意了，就說我們正好啊，又是在最後的時候多了一段回憶。結果咧，真是就變成我同我媽媽之間最美一團筆意啊。離開過後咧，我大擺送兩幾個時間，我就會走去買個美樂瓜，還有印象到佢鹹菜嘅用嘅，同埋大嘴骨嘅用嘅。大部分嘅時間，將離開嘅時間，我就想講，其實佢係蠻離開呢，因為我離開不卡依舊咧啊。伊想講，我喺做廟裡打開門，佢喊啲不卡地杯，喊講我送兩幾個時間，打通電話，佢一衝會食，你唔會做講佢真是離開咧。我用認真落去想，冇那個呀變成骨灰壇了。才發現到，佢真是離開咧。嗰種咩係因為呀團經理，我愛知道講，哇，唯一張係呀個人生地位最重要嘅登錄。有一擺我看到一本書，我抽動站掉，佢就寫了一句話，佢講面對死亡，我們才學會活着。我咪懂感謝阿妹本來按那個比喻，我咪知道講，愛用伴來好好活着。所以你是控制讀到安尼嘅事情，不過也係我一生人最後嘅登錄啦。冇唔錯啦，有陣時吼，讀到那種面對那種死亡，就像我頭擺接上看伊在舞台劇還有書，就係最美11堂課，最後12堂課的故事嘛。不過還有一個新的劇。戲劇到客家電視台來做，就2023年4月開始到電視天然係最美一封情書，就最後一封情書，是教台在講用百姓來面對死亡，韓國屋卡人假設離開世界，用百姓落去窮下來面對，叫佢走睇咧嘅故事吼。唔過家講到係屋卡人，喺阿姊咪講即個屋卡人嘅故事。就係我嗰種時係我加工啦，因為嗰種時係我加工就係帶啲，冇我加工很菜。喂，加工都帶有菜嗎？你那個後勁太強。加工很菜，加工很菜。因為就係。加工喺頭擺教書嘛，阿公冇菜，唔過加工很菜。因為嗰陣時就係我加工係啲廟裡嘅係做教書嘅人，就係
动腔的人，故做佢去做嘅数学嘅教书，佢对切界非常嘅要求，都非常嘅严条嘅人，就会嗰种非常嘅客家嘅台南嘅人。不过有一班人，因为啲种下嘛，佢哋就企喺好多擺，都係大家安全帽都係戴西瓜皮，對嘛？我真嘅提倡大家總唔得戴西瓜皮，真嘅總唔得戴西瓜皮。一定要戴全罩安全帽。一定要，真的太重要了。因為嗰陣時就戴個西瓜皮啊，就讓平常時看到誒天都會企喺好多擺，結果就會一台車嘅衝到咧。而貴嘅人就按飛出去，嘅老人家都按到生意，按飛出去，按樣架殺。吃架要買腦溢血，別腦筋，冇唔錯，吃架別腦筋，後來就夾夾就送去醫院啊，所以醫院就吃架經歷手術房就開刀咧，吃架開刀過後呢還冇上來，就啲家父嘅偏風地位度，嗰陣時呢，個醫生就講誒，可能呢2個禮拜過後呢，佢就算有上來，咪係出瘟疫咧，誒未做好心理嘅準備，結果佢第3個禮拜上來咧，我。佢很有家嘅意思，就是佢很做的就冇變吃飯，佢做的切家去透氣，就對醫生來講說係以後當然非常的奇蹟，對，算是醫學奇蹟。不過佢真人就係唔係以前嘅人咧，佢一下就以前佢按強係做數學嘅教書，不過佢變成切家就係弄人痴呆症啊，韓國行路咩唔離偏，嗰種嗰種事。佢將發生嗰種變成嗰種嘅嘢，佢就講愛死，嗰陣時佢就講勁愛死。唔過人哋就本佢安排乜嘅心理嘅醫生係咪就安慰佢啊？係冇錯，至少你下做啲係老虎間強下，有啲做盤嘅感覺。咁個家下講到嗬，可能發生腦部嘅意外。假年人嘅朋友咩要發生腦部意外，結果殺本唔知道，唔多都係抹晒感覺。係冇錯，因為佢係舞台嘅技術人員。有一擺佢要爬個壘啊，爬到最舞台嘅最頂個，安尼就跌下來，是公差，安尼出下就跌下來，結果就啲家父偏風，醫生就講，睇起家就要有心理準備，可能就冇辦法，佢差唔多2日過後就上嚟，佢喊講，我家下去印度了，有人講家家係愛轉去，嗰時候佢就上嚟，唔過嗰樣時呢，醫生就講，家頭腦有一隻孔。雖然講冇乜事，唔過有隻孔，迄個我兩三認識是講嘢，佢都也很記唔得我想嘛嘅。所以他現在真的腦子有動哦，係真的腦子有動，因為頭擺就有人就醒來嘅人唔啲啊，就想講，你講一事情，你講按記唔起了。他就說：“你腦子是不是有動？”佢就講：“我真的有動啊！”就這個啊，唔過佢就動認真啊，佢做馬嘅就嚇出來，而這個時候我變到鴉片，全部嚇你，嚇到舞台。舞台指示啊！唔過係動認真啊，大家就會原諒佢安尼。冇錯，就上去，所以那個安全很重要。冇錯。呼籲所有劇團的朋友哈，自己安全嚟顧起來哈。唔過本台再來。回答就校驗學問題中，家是個多轉去，不應該一般面對。家下你講到呢種情況，因為用半天來面對佢哋壓力中。愛遲到，因為愛拄到個情況，冇像大家強容，可能係面對按接群個死亡個情況啦。愛是有到皮肉傷容易，唔過愛是遲到，你皮肉傷都不愛動痛咧，所以拄到樣個事情，當然咪會希望自家喺那生意中唔會拄到樣個事情。唔過像拄到順條個人啊，可能有個性啊，冇是屍體了到事情，愛遲到。冇是不平啊，了掉。想問一下，狗性到屍體有冇冇？狗性好好看。係啦，共犯冇強要，係有氣質啦，從啱見冇見強啦。應該扯到嘅。終於順條水用啦。真係心境平，變自戀。難怪感染然後傳染。好啦，繼續。冇啦，我自己都拄到咧，假使講我拄到咧，我很係會面對佢啦。係真嘅啦，因為拄到事情，假使冇面對佢，佢強容會發生啊。你不面對他，你要怎麼樣處理他？用半天表下佢咧，給白劍來講一下。因為個多轉移都來面對那種事情。雖然家下廣東感情了咗肺栓塞啊，本來吼老夫看見感情變得下好，不過僅僅事件吼倒轉來哦，真的不想再一次。因為家下談引真的故事啊，每就感受到就是真的死過，你才知道活着有多幸福。因為哦，我家用去痛到每一次呼吸都是要跟劇痛來抗爭，再換得一口氣。想念是會呼吸的痛。
被你讲的蛮有趣的。哎，不过我觉得差不多该种感觉。那阵子啊，其实又家长也虚接了，就是处于一个很低的忧郁症。当年起个豆腐开始虚接，因为人家起个是上音带，其实盖着棉被都会自己偷偷哭，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衰。然后就是他是也，我觉得也走过来，就会觉得说，天公把本来高一摆机会，我一直听我好好对把镜像的生命，然后看应该虚见啊，然后活出自己，不会参与陪上。听空气呼吸度莫感够好，就是现在的呼吸是很幸福的。嘿，真嘅，因為上次大家維持到自家倆聲音拄到倆種事情，其實係要當到嘅好人累積起來，將有可能完成你倆下嘅時間。倆下睇下做在想下，你倆下有乜嘅遺憾，還係頭擺冇完成，不過倆下當上來去做嘅事情咧。等下將來繼續老太太向下來分享了。那如果真的會講吼，有乜嘅遺憾嘅話吼，應該就會講，但自細就開始減肥，都要下班成功，天公爸啊有良心冇啊，你謀生東西還會變太巧。如果真有遺憾的話，我只想要瘦一回。接受啦，接受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，我家上一段正經嗬，本大家目睭難感，談到安多大家分享自家嘅，而家不管係自家哦身邊朋友啊，自家親朋好友，都到安用心嘅面對死亡嘅事情，就本知道真嘅係好好來同錫安呢個生命，安尼老古人嘅嘛要講嘛，好天愛出門，冇人等到落雨時係冇。後天唔出門，等到落雨，但係你念頭唔正常去出門，你機會就唔見睇，就冇彩嘅咩，所以要好好嚟把握時間，把握自家嘅機會。嘅阿志怡本人來講下，頭擺冇把握到嘅機會，你自家嘅遺憾好冇？其實嗰種是第一樣嘅時間，太剛剛他就講，俺用我去下嘛個遺言還是什麼的，還係剛他從下節目嘅時候，白看我有讓你順風嘅男朋友講嘛個發夢，我講冇，因為嗰種是真嘅太強咧，第一樣嘅當紅真嘅就強到講唔出話來，我就想講我要寫，就。太強嘅，嗰時候你冇辦法去思考別嘅事情。不過呢，對我也下上嘅方，我就會感覺講嚇，不過我嘅人生，我34歲呢，還到後生誒，不過我還有錢多嘅事情，還忙做我嘅條路，還有我嘅人生目標，咩還忙達到，還有我有想到我老母看嘢感情，尤其係我媽媽感情，咩唔係講修理要懂好，就那係懂你害怕就會想到愛我嘅事情。你下喊做的媽媽還做的繼續，嘿，老幾就把它維持，把它。有啦，一下有卡好嘞，有口聽，我唐英抱怨他遲到的故事哦。像我收結果阿妹就冇來啊，蠻多。對，冇錯，本在燒阿妹講，見唔見安普家來去燒麻辣火鍋好冇？好，結果變麻辣早餐。用咩愛人嘅冇辦法阿妹就愛人，燒鴨都唔係，跟住攞嚟食，人家沒有賣早餐好不好？姑說解鈴還須繫鈴人啊，跟住鈴都還忙來。跟因為老對媽媽講啊，阿妹加油啦，阿妹加油，不要再慢兜了，我們不可以向張伯騫看齊。可能你嘅上台上講好去做白劇麼？嘅認真來講下，頭擺冇完成嘅遺憾，到呢下先講就話，嘅樣是應該係留佢完成來。其實經你講我媽媽嘅事情過後啦，我就自我講啦，人生真是冇有遺憾。我大部分嘅人就同佢動作係一個口號啦。假使真是有乜嘅遺憾的話，我最近嘅心得係愛來去學接受一件事情，因為你冇辦法改變大部分嘅事情，我冇辦法改變我媽媽嘅偏情，故所我學會接受第二個範圍幾杯，我做得好好來去做乜嘅事情啦。故所學會接受第二個冇有遺憾，我做行下重要。但如果真的會講吼，有乜嘅遺憾嘅話吼，應該就會講，但自細就開始減肥，都要下班成功，天公爸啊有良心冇啊，你謀生東西還會變太巧。如果真有遺憾的話，我只想要瘦一回。接受啦，接受。你懂食材呢？懂食材
但不過家己咩講到嘛，人生有東西無法度控制，像係體重咩控制。有上司真嘅唔係愛講愛某些東西就會抽。猛抽，把卡没底啊！对呀，呼吸都会胖哎。所以才不要呼吸啊，呼吸这么痛苦。呼吸都會痛，種全部係調氣，係驚哦，係唔係？隔碟中你自己來講一下好冇？愛是祈禱愛抓下好，盡量本自家是享受到抓下嘅天空。韓國愛咪唔啲嘢，有相信愛是會祈禱好，愛想嘛嘅朋友，冇事。大家做事是都無限，愛是會直接打電話，最近啲解嘛解是打嘴鼓聊天，聯繫一下感情。韓國愛咪有好好嘅談戀愛，然後我看你咪都好。好亮哦，還超難哦。嘉玲這樣子，嘉玲愛牛，你有考慮到幹那個定金嗎？讓你介紹啦，所以應該是祈禱吼，好好把握現在黑洞重要嘅事情，係講有嘛個危害，唔係是祈禱講可能忙結婚。係啦，愛你嘅危害就係忙攝到你嘅喜照，忙攝到你嘅照啊。係哦，冇啦，我是知道，假使講高興，睇是看唔到未來嘅生發會有嘛個神奇嘅事情發生啦。係，其實大家講到動作是把握加檢查，所以講呢個細節，有時就本來上到睇話係看到 Netflix 嘅媽別鬧了，你知道嗎？因為祈禱講哇，哦醫生，結果自己痔瘡出血，這是笑死，老多自己係大腸癌啲冇直腸癌，哦，撒他去做睇話冇做到嘅事情。不過我覺得有一個方面來講，家庭愛用性嘅事情，讓人了解到其實。又像是從我家講的生死就係一三幕嘅事情，你冇法度決定少做，然後死亡，乃至佢醒來嘅不險咧，你自己有乜嘅危險？其實動到誒，譬如講啊，我忙做台面先，忙動風啊，我 IG 粉絲好了，好嘞，忙小道啊，見到見配啊，冇做過小鮮肉6塊肌嘅，不會你當初老肉也沒做得啊。vodka 嘅台拳啊，忙扶梯啊，就動到嘅事情，唔過我講重點就係到死亡嘅面前啊，你下都有事情啦，完全冇重要嘅，冇意義嘅，所以我認真去上看啊，就買危險啊，我渠道我自家應該應該講，就是我覺得你是讓人人生當中哦，每一秒都非常認真，然後都非常認真，所以講正經來講，應該冇買危險嘛，現在就差不多可以差不多可以退休了，是嗎？走得又哪個辦給不給松本愛好嘞？哎，這直系親屬長走得右，哎，也可以轉正啊，只要付贈與稅而已。我結婚就寄付喲。哎呦，酸你哦！哎，走得啦，那去結婚，那去我跟那轉來就。好，等一下時代好了，原地結婚，原地結婚。哎，我們要當見證人，證人。唔過啦，剛才講自己嘅危險嘛，危險又係危險嘅過後，你是想講，哎，愛停咗了後嚟做那啲事情，做動作嘅事情，然後睇白危險，但係補轉來補轉來係冇嘅理解，你哋下最想去做嘅事，我去夾個視察係冇。冇啦，其實我知道。跟他大家講的把握現在時光，真的挺重要的，因為每次都真係唔知下一秒鐘會發生乜嘅事情。我說尤其係亞波疫情嘅關係，從疫情一年過一年，大家完全唔知哪用時會冇疫情嘅時間會來到了嘛吼。我說呢，我知道呢，最想要做嘅事情就會夾夾嚟出國去了，環遊世界，就會其實真係香港吼。都做得咯，我說我說最重要行起愛老不行業，帶定幾條向下嚟出國。因為我說疲勞不行業做盤啊，其實係最重要人生當中嘅事情。係啦，那我看緊做盤嘛，因為你接上係就係講做事做到殺殺忙忙，不過對我看緊有時係對佢哋開開斷斷，從愛錯半年哈，轉到我看冬天嘅時間，愛咩啦啦打嘴鼓，說你不要吵我，愛你下都冇喊。燒走他的對面，你莫來吵我好麼？他說好了，好，不要吵你。啊，你要不要吃水果？好了。
公妈妈有人啦，真跟妈妈有什么？我了下上去，妈妈是上讲，应该动球冇看，因为应该动行的转播卡，那喊那个转播卡从博球，然后就还要跟你哈拉一下，摸好像那个拉爱字件，拉爱绕字件变成上福音的感觉，所以请你跟妈妈道歉。好，祝妈妈排泄。请你跟妈妈道歉。朱女士含白会补专辑婚姻哈，朱女士哈。不过，嘅家人来讲，哈，你下最想来做的事情係乜嘢？好，我本来迄东木当面嘅，結果係咩嘅？大字炮咩嘅？馬街路嘅，唔講你讀到，唔講唔知內容是為實體故事咧，愛好好把握時間，想去做嘛就去做，係講唔會講咩，愛勇敢去面對佢。最重要嘅係愛請到一個男朋友。好呀，你一星期天都可以搞一百冇安尼啦，真係。你剛才一個鐘都賣啊！我老太太講一邊咩？佢竟然喺本人算命，講佢60歲會出嫁，佢講哈，我到60歲還搞唔到男朋友，拜託冇按呢，人咁樣唔可以出嫁，係冇？你的出家，我就跟他講，可能出嫁係出去副卡我不會搞到一個男朋友。用叫啦，用總的啦，白天不注意每本人來講一下，你下最想來反省，最想去做嘅事情，好冇？係啊，其實咯大部分應該係強調啊，就係從事福卡嘅施工啦。因為其實我咩自己嘅關係吼，其實都神奇，就是那種相打、相吵、相愛、相愛相殺。真緊，我咪係因為就得到了肺栓塞了，就平之後，我一隻會簽日都有瑣碎事件啊，做啲轉福卡，做我爸爸媽媽強下咧打麻將啊，本幾條張地錢啊，因此家小愛做，這個相打話我會搞怎麼張錢啊？我爸爸媽媽強下搞本幾條張地有錢，幾條怎麼換題啊？係啊，所以就是我覺得重點就係有時間，唔可以講1日也係2日，一點點的時間可能是點鐘半點鐘沒做得，一點點的做伴對幾條來講是動放一些事情啦。有下衝突時間是做得第幾條出軌啦，某是推翻沒做得強下出去了啊。所以我覺得家人還是最重要的。係冇錯吼，中國最名係就用一個天然嘅名台詞，老太家向下嚟分享一個，佢夜總會佢對底部有一句話叫希望唔係終點，甜餅貼真係終點，就講人都係最美嘅世界，萬一老人甜餅貼，也係講自己人生唔記得咧，真係人生最美嘅終點，係希望大家就係把握現在，看向未來，記得下禮拜今日嘅時間，會繼續嚟收看後生睇上股，有花太假股。面對生死，你要學嘅東西係要當到，要到人生嘅課程，就算事體貴成人嘅世界來去學，嘛冇停就要先過。不過，我嘅希望，大家面對安樣嘅人生路程嘅世界，做得很難開揚，很難拼搏，祝福大家。